大家好，我係嘉文組嘅嘉欣，我喺2017年開始返千麥社區浸信會嘅。其實我本身係個澳門人啦，以前讀嘅學校都係基督教學校，但係因為佢哋係傳統學校啦，咁唔係跪低祈禱咧，就係坐喺度讀聖經啦。再加上我家庭咧係一個無神論嘅，淨係相信啲科學解釋到嘅嘢，咁所以其實我以前嘅點點滴滴都令我對基督教咧都係產生懷疑同唔信嘅態度嘅。喺未信主之前咧，我嘅性格就相對比較驕傲自我啦，可能因為獨生女嘅關係啦，覺得個個都要聽我意見啦，所以我當時啲朋友咧同我關係都 OK 嘅，但係其實佢哋背底裏對我有所不滿，但我都唔知嘅。同埋以前嘅男朋友佢冇乜上進心啦，同埋對我都唔係特別好啦，所以咧我當時咧都有一段時間好迷茫啊，唔知要點樣去同佢維持關係同埋點樣生活，一直都好迷迷茫茫，最終就分手咗嘅。咁喺2017年我識到我而家嘅老公啦，佢帶領下我第一次返千麥嘅聚會。咁喺第一次返千麥嘅聚會嘅時候，我覺得喺千麥嘅聚會係用大 band 嘅形式去帶敬拜，好活潑啊，唔同其他教會啦，同埋講道都好貼地，好生活化，咁我都好容易聽得明嘅。咁漸漸地就對傳統教會嘅刻板印象有改觀，慢慢接受神進入我嘅生命入邊。咁喺2018年千麥嘅傳道人帶領我決志信咗主，但係因為當時我其實仲係喺澳門做嘢同埋生活啦，所以可以返千麥嘅時間都好唔穩定。直到疫情到咗，我當時份工嘅收入好少，同埋同我當時男朋友都分隔兩地，維繫唔到感情。當時我就做咗一個好大膽嘅決定，就係辭去咗我喺澳門嘅工作，自己一個人過嚟香港同我先生結婚，同埋定居喺香港。咁神都好體貼我嘅需要嘅，佢喺我成功處理到個身份證啊嗰啲問題之後呢，都安排咗我喺一間教會嘅附屬青年機構嗰度做嘢。喺香港嘅生活一直都有神嘅恩典。喺信主之後，我唔會好似以前咁乜都靠自己，我知道神係我唯一嘅靠山，有佢喺度，我唔需要再自己一個人去處理問題。每一當我遇到問題嘅時候，以前呢，我會好迷茫好焦慮啊，依家呢，聖靈會提醒我可以用另一個角度去睇呢件事，同埋都慢慢咁學識放低咗自我，去嘗試喺從其他人嘅角度去行事處理啦。所以我而家比以前係輕鬆咗好多嘅。咁喺過去呢幾年嘅經歷入邊，我唔再懷疑神，我知道上帝係我嘅唯一靠山，只要有佢喺度，我唔需要再自己擔心去面對所有嘢。在此我喺度衷心多謝神，雖然係漂洋過海，但係我得到嘅係一個屋企，更加重要嘅係我揾到我嘅真神。感謝主，哈利路亞。記得訂閱千麥見證頻道，撳埋個鐘仔，同埋幫手分享、點讚，等更多人認識神。